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永远要做伙。你我离开这短短3个月，你就来变心找别个。明知我心内只有你一个，为何偏偏1986年，黄义玲主唱《讲什么山盟海誓》，一曲成名，从此伫业界大发挥。创作这条歌词的陈国德老师作品也愈来愈多。陈英杰主唱的《为你痴情为你迷》，翁英宏主唱的《见唔到人》，海底站，拢总是陈国德老师写的歌词。今仔日未晓讲的欢喜，陈国德老师要来到心所爱歌节目现场，和咱当面开讲。咱先来听英国捌哈密港唱片公司咧服务，咱另外一位作词作曲家宾国周伟杰讲起伊眼内陈国德老师。我写在迄个陈国德老师的时阵，伊都是伫咧个人唱片内底，已经不是咧做歌手啊，已经是咧做迄个词曲的创作。因为我咧写在伊的时阵，伊咧写词就写真济啦，譬如讲真红的歌啦，黄义玲、六月挂彩皆有心啦，讲什么山盟海誓啦，翁英宏的唔通借酒来解愁啦，什么海底将见唔到人，我就觉得这个写词老师怎么这么厉害？尾啊，我才知影讲。咱即摆是不是这个时代讲数位时代讲什么人设有没有？人设其实伫咧迄个年代它就是人设的原创哦。歌林迄个唱片有出一个 X 先生甲 Y 小姐，迄个 X 先生甲 Y 小姐从来唔捌出面呢。内底迄个查甫的歌手就是陈国德老师呢。查甫的歌手是咱的天后黄义玲。所以迄当时你看迄个人设早就伫咧因的创意当中都已经推出啦。这个是咱台湾的创举，非常非常的厉害。我感觉大师都是大师哦。伊即摆咧写的这个空梦，你看有个空有个梦，是不是进入人生的迄个态度？就是很领悟人生的感觉。你也袂使甲伊开讲，你若一开讲了，你会感觉讲他是你生命中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你有心事在跟伊讲，你有什么创作的分享啊，嘛会使跟伊咧讨论。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很多的作词家上面呢，我们会发现说他层次有一些分明了哈，像陈国德老师这种，看透了很多人生，而且伊在做面向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案例嘛。所以嘛，看透真济的代志，他还做很多的公益去帮助别人哦。那因为我做公播嘛，所以讲伊的歌手会来上我的公播，我拢会甲头问啊，我问讲，你觉得陈国德老师在配唱的时候会不会很凶啊？他的创作里面的理念是什么啊？其实我讲真的，我对你讲他真的是陪伴大家的好朋友。你是歌手也好，你是宣传也好，你是迄个唱片公司的头家同款。拢亲像袂输你要去找问这个名利同款，伊真有耐心，然后能够带领你到一个不同的境界。好，陈国德老师，你是我心目中一个我们的心灵导师我常常跟你开讲的时候，我感受到讲你给这个小弟我本人的这个温暖相信有真侪朋友拢跟我想法是同款的，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时间拢24点钟每一样拢同款所以要找一点时间休息，也不要让自己太过于操劳当然希望讲伫咧未来的唱片市场内底会当加听到你创作的歌曲。其实咱咧讲这个语言啊对于音乐来讲我感觉伫咱台湾是无咧分的，不管你写的华语歌还是台语歌，我感觉拢是上上之选，所以我期待你上新的作品，甲大家来问候哦。路途
护，因为有你的照顾，坎坷路途我袂怕艰苦。因为有你的爱护，三顿若食菜脯，我嘛愿意吃苦。啊，谁人若合心，难产会变金。啊，谁人若甘心，海钱会变成金。我叫一声心爱的人，我叫一声担心的人，你我共同来打拼，创造灿烂的前程。人生的路途难免会拄着风雨，因为有你的照顾，坎坷路途我袂怕艰苦。因为有你的爱护，三顿若食菜脯，我嘛愿意吃苦。啊，谁人若合心，难产会变金。啊，谁人若甘心，海钱会变成金。我叫一声心爱的人，我叫一声担心的人，你我共同来打拼，创造灿烂的前程。人生的路途难免拄着风雨，因为有你的照顾，坎坷路途我袂怕艰苦。因为有你的爱护，三顿若食菜脯，我嘛愿意吃苦。啊，谁人若合心，难产会变金。啊，谁人若甘心，海钱会变成金。我叫一声心爱的人，我叫一声担心的人，你我共同来打拼，创造灿烂的前程。头一摆谈镜头前露面，搁头一摆直接烧送，先听到伊甲学生做伙唱歌呢。真欢迎名作词家陈国德老师，老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老师，你头拄仔咧讲啊，是为着歌坛咧努力，甲即马你嘛搁咧努力。头拄仔听这条歌是近来的作品呢。无毋对啦，因为这几年来有一寡好朋友，就甲我要求，希望讲我会当搁较早有写一寡作品嘛，即马会当搁转来，为伊，配合，搁来努力写一寡歌，所以才有这个缘分，搁来写出这个空梦啦，合心变黄金，这个歌曲。敢若合心变黄金这个歌名听到，人就会好奇啊。我嘛直接甲老师请教，赶紧甲阮教功夫。见面就先甲你问写歌词的技巧。其实每一首歌拢爱有伊的使命。就像我较早我的老师吴振怀甲我指导的，伊讲一首歌一定要有伊的灵魂，才会当吸引人。合心变黄金这首歌曲，因为你想嘛，翁仔某啊若合心，搁较困难，嘛会当度过迄个困难。这首歌的内底内容，难产会当变黄金，其实就是咧
鼓励人这兄弟姊妹，较早的人本来是这田尔嘛。啊，你逐个兄弟姊妹若无合心，你遐田是要安怎做起来啦？一个人有一个意见呐，敢是？有诶讲放鱼，啊有诶讲袂使，爱种土豆，种啥物货？敢是安尼？这就是伫即个歌词内底，我就是去想到这个问题。搁较早时大人讲，你这兄弟啊，你若无合心，你是要安怎做啦？敢是安尼讲？所以滥产自然，只要兄弟有合心，自然就变黄金。所以写歌希望有这个灵魂会当去鼓励人。虽然大众会当听来你唱个轻松但是内容都是有伊的这个意义伫内底。较早少年是因为爱唱歌，还是讲爱写歌，那对艺界产生兴趣。自我细汉阮大姊就是唱南管。阮大姊的南管较早拢用牛车。我想我大姊那坐牛车，咧唱南管。就是安尼对坐牛车坐到即个北部安尼起来，足受欢迎啦。我想讲，我太遐熬安尼。伊较早咧唱南管的时阵，阮就会加减讲，我这要安怎唱歌。所以从细汉，阮就真爱唱歌。迄阵拄卡拉 OK 出来，应该卡拉 OK 的这个年代已经有40几年啊。拄有咧举办这个卡拉 OK 比赛，哇！就安尼唱，想袂到唱了佫真顺遂，伫阮地方的冠军过来再佫转胜过来去比赛，所以第一就是迄个兴趣，出来就慢慢才来北部，才去拜这个名师安尼，嘿。老师，你拜过几个老师？黄敏，这是一个真好的这个前辈。佫赵可庄，这是以前的华视的迄个指挥什么，佫来上重要的改变我一生上大的，就是吴振怀。吴振怀老师，我甲伊相处，唔定干那讲，干那学唱歌尔。我感觉甲伊有做人啦，属实。这个老师影响我一生上大的伫个生活中会当讲去感受到讲伊就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真正直的这个好老师。因为甲伊咧相处的这个过程，感受上深的，就是讲有一届结尾唱片公司陈伟祥伊就甲我问讲这个陈老师你有写什么好词好歌无？我讲有啊。我讲即马一块歌真赞我讲真赞，小芬陈小云来唱真合安尼。伊就讲好，行，就驶一个跑车就。陈小云含我在咧，就直接弄去阮老师遐吴振怀伊的这个伊大的所在，去了后，即摆去陈伟祥就讲吴老师，你即摆讲有一首真赞的歌，你学生咧讲真赞的，我毋着提出来互阮，我讲小云有哈安尼啦。用上讲的，陈伟祥讲，都你学生讲的讲作战的啦，听了后，伊就讲要买安尼就离开啊。离开了后我这个文书伊就甲我教，伊讲阿仔伊就讲我拢逐项拢会晓啦，所以拢。叫我的外号就是叫做阿仔啦。伊讲你都真天才。伊讲伊就甲我骂，伊讲做人你爱去学真侪咧啦。做人毋是安尼啦，好爱别人讲，而且你一个几岁囡仔尔，
我老师已经70外，伊讲我一个70外岁人，我都唔敢讲写过遐尔啊济歌，我都唔敢讲哦，我的歌偌赞。啊，你一个囡仔囝尔，啊，你真就讲你真写的歌这偌赞，啊呢，你完全无进步的空间啦。好爱别人讲，安尼你要进步，唔才有空间。哦，事实讲，人的一生吼，我的感受，我讲这个文书和我的这个感受，哦，不但教我安怎做人，但是你甲想这个学历，到即阵啊，我拢袂去学袂记的这件代志，已经40几年前的代志啊嘛。我去到拜师20几岁，啊，即阵我嘛已经70岁啊。但是伊这话是实在是金言玉语啦，所以伫即种的这个过程了，我才知影讲哦，我一生真正是足大的福报，会当对这个文书哦，不但是学唱歌啦，哦，还是写歌哦，还会当教我安怎做啦，所以即种的感受有够深的。有够深的啦，我看老师到今嘛，是，嘛个足少年吴振怀老师。无唔对啦，人的一生，迄个影响力上大的，一世人都无可能去忘记。这种的影响力，是一世人无法度改变。当然，足坏，因为老师的这个怨念，伊伫后壁迄几年，事实讲，伊无过咧收学生啊。后壁你想啊，伊70岁啊。伊这个过程所收的，最后就是我，过来就是黄以玲，伫迄个时间哦来指导教伊唱歌、出唱片、创啥物，会使讲伊的元年迄几年，就是拢阮咧陪伴伊，我陪伊去食，要去食卤仔饭啦，还是去食年纪里，哦，伊都爱食这。嘛，拢总是迄个过程，迄几年，我甲老师的缘分真侪年，啊，伊的晚年，你想嘛，因为伊迄阵写的歌，遐迄道，所有的伊根本都毋免教学生，但是伫迄个缘分，讲到这，我去拜师伊。这嘛，事实你就会当去感受讲，你安怎会去，一直惦念这个文书。要哭，目口无目屎，是你晓向来变卦，怎样讲我无心肝？是你违背我，予我想着的。世间亲像你这款人，啥人甲过你，一时糊涂，予你来骗。负心的人，我要找你。
唱嘛唱袂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彼时山明甲海誓，如今放我苦一个。是你违背我，予我痛苦受拖磨。世间亲像你这款人，啥人敢嫁你？一时糊涂，予你来骗。负心的人，我要找你。是你违背我，予我受着的畏寒。世间亲像你这款人，啥人敢嫁你？一时糊涂，予你来骗。负心的人，我要找你。今日台语歌坛若无吴振怀老师，对1960年代一直付出经营，来到80年代，栽培产生洪英凤、黄义玲这个歌手，相信面貌会无相共。毋则讲今仔日，国政赶紧要来甲陈国德老师继续开讲。听讲老师，敢若拜吴振怀老师这个过程啊，是，你着食真济苦糖，敢毋是？无毋对啦，我迄阵哪有咱戆大啦，就想讲啊。咱就唱即个卡拉 OK 比赛吼，佫有得到冠军咧，哦，这家己也真有自信，就是讲就找名师就无毋对啊，所以就直接就去找着老师的我的文师吴振怀的即个资料，去甲李连玲，对，就去甲李连玲，伊讲你要创啥？我无，讲老师我要来甲你学唱歌啦。想介绍你来，我无呢。伊讲我你来，遐济，伊就讲你学唱歌要创啥？我无啊，就兴趣啊，我就因为有去歌唱比赛都有冠军，哎呀，因为我就真有自信啦，伊讲冠军学唱歌要创啥？我无啊，就兴趣，我会讲不出所以然来，安尼好，伊讲好来，你若冠军，你唱我听看卖，伊的耳大，体力就偏啊，就弹就唱伊，迄阵迄个英皇较想你一人，望你听我唱，这我文书遐歌是足厉害，伊也无管我会晓唱袂晓唱，反正伊就偏落就对啊啦。当然我想要拜这个文书，当然伊的歌我嘛有小可识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唱，一直唱。伫遐安尼唱，我看上无半点钟。伊讲好，你转去，后礼拜才来啦，安尼，我说后礼拜，我讲老师会使上课，无，你后礼拜会使来，后礼拜来，安尼，好，结果一礼拜后，我去李连玲，
伊讲啊，你要创啥？伊问我讲要创啥？我无呢，老师啊，你叫我你甲约束的啊，约一礼拜来呢，敢有？我讲有啦。伊讲老师有。哦，伊讲好有，啊，铁门拍开，搁互我入去，嘛是搁互我唱到半点钟啦。伊都安尼弹，啊，都唱，伊的歌，伊就弹，伊就互我唱，唱一呢。伊讲好，后礼拜才过来，安尼。当下我的感受是讲，吼，啊，我已经来两届啊，啊你也无甲我讲要甲我收啦，伊意思讲，啊，我也无讲要收你啊，哦，啊，我是叫你过来，安尼尔，哦，好。第三转过去，伊讲你过来，哦，我讲嘿啊，我过来。王老师啊，你就叫我来，啊，我就过来啊。伊就伊打个弹，啊，我就个唱。了后，伊讲啊，你唔转去？我讲无呢。老师，我无要转去呢。啊，我就要甲你学唱歌。啊，你真正有心要学？哦，重点就讲出来啊。伊讲你真正有心要学哦，我只无咧互你用卡拉 OK 唱诶。到我弹，你就现学诶吼，都唱所有诶歌手，伊拢用迄种标准，用安尼。啊，你卡拉 OK 唱落，经过麦克风声都听袂到嘛，较虚嘛，对无？你斗下课啥物？伊讲无哦，我只是干那安尼尔。哦，啊，你真正要学？伊讲我要学。要学，我嘛要学，想要学。老师就大声就甲我教关仔岭之恋，啊，即马唱哦，唱好，啊，就教迄个长音细角，哦，这真重要，就是讲，哦，像关仔岭之恋，即首歌会晓唱的人就知，内底安尼硬细，老师就甲我指导，伊讲，你即个歌，你会细长音，你若会晓长，细惯是其他的歌。你自然就作骨溜嘛，所以伊就是这个含义。所以我想讲，一首歌曲，安尼学2个月，吼，关仔岭之恋就足严格。所以吼，这个伫学这个唱歌，教我这个文师吴振怀吼，事实我的感受足深啦。因为咱找过真侪老师学过啊嘛，哦，啊有诶，你就。一堂课的一首歌就过去了，伊他有咧关心你迄个技巧，吼，迄个技巧、转音、长西、长弯、挖角，啊，这就是伊一个老前辈，哦，伊遵守的，用伊较早伫日本，哦，后去日本，哦，留学过的音乐系，用迄种精神哦来指导学生，啊，所以伊用这种精神来写出。你看，咱目前所有的歌，这是值得怀念的一个前辈。所要给我有表面要甲你带，温温爱3年外，带无风无浪去免挂。早日的断讲无我忍我。今日变心，怎样讲你不捌我？啊，愈忍，心海底针，无讲半句离开我，像这款女性，像这款女性，谁人敢娶？
约束要嫁我，我有条命要甲你娶，恩恩爱爱3年外，载我风无浪去变卦。三日的断讲无我忍我，徛你变心怎样讲你不捌我？啊，愈忍心海底针，无讲半句离开我。像这款女心，像这款女心，啥人敢娶？我忍我，徛你变心，怎样讲你不捌我？啊，愈忍心海底针，无讲半句离开我，像这款女心，像这款女心，啥人敢？吴振华老师学了陈国德老师真天才，拢叫伊阿才。阿才老师，你当时吼才开始安尼，甲吴振华老师会当配合一对手，甲写歌词互伊作曲，差不多甲伊学歌5偌久，才有这个条件。因为迄阵啊，也有参加这个黄香莲甲杜胜利所主持的一个电视的歌手比赛，伫个电视。因为老师真关心，伊一直要甲我推荐个人唱片公司。其他的唱片公司有几啊间为着看迄个节目来要甲我签约。老师也感觉讲安尼也会使啊，就是讲其他的唱片公司有咧注意啊嘛，安尼表示讲伊即个学生应该会使，所以伊才甲我引进去管理。伫这个过程中间，才开始有出这个 X 先生、Y 小姐。迄当阵是歌林唱片考虑讲，你新人，所以要制作一个新美感，也是啥物原因？讲甲你号 X 先生，是。咱知影 Y 小姐就是恁师小妹嘛。对，因为迄阵啊，歌林就是认为讲要来制作一个神秘感，所以因为伊。歌林迄阵啊，因为伊有电器啊、电视、冰箱所以伊的影响力是全省的影响力真大。所以阮也有去全省公演，但是阮就是拢袂当迄个，就是挂一个迄个封面就对啦。你封起来都看无啊。所以有全省去甲方怡玲去全省公演，因为较早。歌林就是拢林慧萍、金惠瑶、罗吉正、施乃宁的天啦嘛，拢国语的嘛，台语的无啊，所以伊有心想要讲就用这个X 先生 Y 小姐来唱台语，用这个神秘感来经营，就是安尼对遐开始安尼来行。你就是爱唱歌，歌唱比赛拢第1名冠军啊！即摆有这个机会真好啊！咱会啊吼，算话你写歌词，无情，徛舞台变黄义玲咧包办来安尼。是啦，
啊，这个讲到遮的这个缘分，这就真深，因为吼，迄个时阵，迄个做有写，我拄仔写这个讲什么山明海誓，讲什么山明海誓这首歌吼，其实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就是讲后壁伫后壁迄句话吼，天下的男性只分你一个，啊，原来我是写天下的女性只分你一个，哦，安尼这个歌就变过啊嘛。因为头前遐歌词会流畅，到后壁遐都天下男性还是天下女性，这歌就会当变。啊，我原来是写天下的女性，哦，因为我是想讲我当要唱，啊，只分你一个，但是迄个时阵老师就讲啦，伊讲哦，你写的这个歌词，哦，安尼唱一直喷出来。啊，但是这种水怎安尼喷，一定有一个时间性，伊无可能吼，100年后要搁一直喷，这无可能啦。哦，伊讲啊，你即阵啊若安尼看起来，你的这个才华，你写这个词，写这个歌的物件，都比你唱歌较好啊。安尼你应该伫这方面会当好好啊发挥嘛。啊，你这歌先互伊唱啦。哦，我想讲，我无意见啦，因为毕竟啊，咱来讲实在哦，是，哪有可能无意见？我本来要行无情的呢，我本来嘛想要做歌星呢，啊，你劝我讲摕伫咧幕后，发挥灵感写歌词，你敢袂感觉懊恼懊恼？黄以玲的年岁差我头10岁，咱坦白讲，18岁到28岁，你要经啥？任何唱片公司要竞的，当然冇办法要竞18岁啊，所以这是一个真敏感的问题啦。啊，所以伫这种情形之下，我就讲好啊，因为事实最主要，我有这欢喜心，就是因为老师事实伊的作品实在是无话讲。迄个时阵的天啊，伊逐首歌拢迄道啊，你敢想嘛？这个爱情的力量，吼，我三兄弟所写的，还是这个讲什么啥6月挂彩见唔着人，吼，洪英红所有的拢总迄道着。啊，伊安尼甲咱鼓励，啊，我也想着讲安尼嘛是好，所以迄个时阵我才来决定安尼做，袂要紧。讲什么山明海誓，迄咱过去嘛捌听即个歌词。讲你我离开这短短3个月，较早的歌拢嘛3年前的我，3年后的我，对啦，即摆变3个月。是。啊，你想讲这6月挂彩加有心啦？是。啊是讲唔通少酒来解愁，讲烧酒若会当解忧愁，世间哪有怨叹的理由？是。这拢吼，老师用心计较，去听、去听、去嗅、去变化出来的歌词呢。我讲过，就是讲你写歌一定要有伊的灵魂。其实讲什么山明海誓吼，这也是一个真深的缘分。这是我一个同学有6年的感情，爱想袂开。伊的故事就真正是发生啊！原来要订婚要创啥咯？想袂到讲，迄查某囡仔消失去啊！几个月后讲，伊甲人订婚啊！你叫伊要安怎活落？所以伫这种情形之下，我讲好，安尼好。我就将伊这个3个月写了，老师嘛问我，我文书问我讲，这三个月敢袂伤短？哦，因为较早的歌就是拢写3年、5年嘛，哦，的感情还是啥物，这都3个月人就变啊，要甲你订婚结婚，所以这就是伫迄个年代，哦，我的感受就是讲，这讲起来都有40年啊。伫迄个年代，做一个拄啊好，伫即个较早的歌曲，到阮迄个年代，阮开始落写的时阵，就做一个改变。你是安怎会有法度改变出讲？烧酒若会当解忧愁，世间就无怨叹的理由。这句话，这句话嘛，足有意思呢。是啦，我写过歌，事实我家己的所教，伊拢像清秀的，但是我从来袂去写着讲一字，
死啦，还是讲什么自杀，这个都不大适合。啊，搁有一个敏感度，就是讲咱较早的这个，爱通过迄个或者新闻局，有诶都袂使啊。哦，像我为这个上陈英杰写负心龙，袂使啊。上新闻局说袂使，什么负心龙袂使。哦，所以这也真好啦，较早有咧把关。即嘛无啊！你看即摆咧写的歌，你安怎写，安怎样啊，拢无代志啊！哦，这也是时代的进步哦啊！但是我会感受啦，如果你写歌哦，希望咱这的哦文化工作者，你咧作词作曲的，会当真正你会当去鼓励人的，安尼应该迄个意义会搁较好啦。为何借酒来解愁？烧酒哪会解忧愁？世间就无怨叹的理由。劝你有事好好想，该来就会来。也免强求，何必心忧？任何失败当作是研究，心肝才袂假开口。借酒来解愁，烧酒哪会解忧愁？世间就无怨叹的理由。劝你有事好好想，该来就会来，该去的免强求。何必心忧？任何失败当作是研究，心肝才袂假开口。强求，何必心忧？任何失败当作是研究，心肝才袂假开口。
今仔日唔若讲民族诗家陈国德老师来到现场，咱台湾的歌王洪英红大哥嘛，搁再一摆来和心所爱的歌观众朋友来见面，大哥欢迎。真欢喜，过来这个节目，陈老师，今仔甲伊见面真欢喜。大哥今仔日唱的拢是陈老师作词的作品。我其实甲陈老师一开始是无见面的，也是摕到歌了后，但是这个歌唱了后，有这个感情了后，我才有去甲陈老师联络。我头30岁迄段时间，甲陈老师定定做伙。伊伫即个教会吼，非常的用心啦。迄个时阵结缘吼，阮迄段时间定我拢去伊个教会。是我带伊去教会，拢定斗阵啦。是。你咧讲的，30岁进前，咱安尼伫歌坛咧拍拼，当到这个好的缘分，包含陈国德老师，搁有咱写真侪歌、真侪作品，和大哥演唱的吴振怀老师。其实吼，阮心里下辈，拢就想要加了解吴振怀老师伊的事迹、伊的过程。因为迄阵我嘛当少年嘛，吴老师伊若变有新歌的时阵，我就去因兜坐泡茶，不是泡茶啦，摄一个啦吼，然后他就会把他将伊写的这个作品提出来给阮听，伊毋是干那提出来阮听，伊是安尼现唱哦，伊的迄个耳达弹了做好，就是自弹自唱给阮听。一开始拢是吴老师家己的作品，像较想的是你一人梦，你听我劝，毋想伊，你爱相信我，这拢是吴老师家己作词作曲。后来就陈国德老师加入，这歌词的这个内容，敢若有较快，就是讲见唔到人，敢若有故事伫内底，毋通照酒来解愁。我是咧怀疑，迄阵陈老师毋知是听风声讲我有那做爱啉酒，写这条歌要甲我口渴还是安那？其实是伊家己做爱啉酒。是吗？因为我迄阵甲陈老师也无识，但是我感觉陈国德老师写的歌拢真特别，敢若有一个故事，敢若有去，伊敢若听讲见唔到人，迄真正真人真事哟。是，无对，是见唔到人，迄是我那真正的。一个故事啦，是，所以当然你甲想要笑嘛笑袂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你我这种的境界，事实互人无法度去表达出来痛苦啊。所以是你身躯边的人，是你的亲人，还是？应该这是甲我的职业嘛有关系，因为以前都安那这个。名利离不开我的成长的过程嘛，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当然就会当听出一个人自杀几啊届，死无去，将伊的这个故事讲互我听，才咱迄个感受才甲伊写出来。哇，是好歌，是着歌王发挥流传到即嘛。那英雄这实在是无话讲啦。因为对因老爸都唱歌的这个背景，过来佮甲栽培，这会使讲，我若讲国宝级的，事实伊的年岁实在是要足少年。咱台湾我直接讲，若像咱这个歌王之王，这爱好好甲照顾好。实在阮嘛感觉讲足用心。是啊，这事实是爱安尼啊，因为伊的你讲想伊的歌写爱嘛。足努力，你看咱即阵出片创啥，伊也无登去啊。是讲到出片陈老师，我应该是爱来甲你邀歌，因为刚刚一段时间失去联络起来，你知无？是。我感觉你咧写较有故事性，咱即马过来甲创作一寡新的，搁甲延续落去。是。因为即马一寡人咧唱歌拢是唱老歌较济，则无一个生命的迄个延续啦。我是觉得还是要有新的再加进来。是，这无问题啦，这无问题。你都要应人咧，老师，你都要应人咧。这无问题，咱这歌王咧讲啊，这都会使这真正这爱咱台湾事实像你的老爸洪一龙，
事实我嘛是真感念伊吼。我虽然讲甲伊相处，毋是讲足长啦，但是我感觉上可惜的是啥？伊无办讲安尼真大型的迄个演唱会。我感觉讲像即种国宝级的，吼，咱台湾即种人才，你听我请嘛，不管查甫查某，你会查甫查某的歌手，你甲出来找，要找到即种的背景，即种的才能吼，这潜能歌手呢？你看伊弹钢琴、唱什么大声，这拢无问题。这真正吼，咱国家吼，都爱好啊，甲保护。毋知老师你甲想，嘿，英雄兄吼嘛对你足敬重，听到你要来呢，嘿，专工安尼，咱坐做伙来开讲。是。啊，是安那讲，迄个时阵遮尔发挥，你头拄我讲的这个歌手，大家拢咧唱你的作品，对。安那会退出演艺界、退出歌坛遮尔久？因为我迄阵啊，阮老爸往生，阮老爸往生，因为伊较早教我即套，就是讲咱家己的即个，所学的即个命理即套，伊一直提醒我，就是讲啊，你救一个人，卡赢你赚1000万，我就是讲一直伫我的脑海内应用的，就是即句话。所以了后，我怎啊，阮老爸往生了后，我就开始接伊的即个行业，就完全离开歌坛。咱这歌王上清楚，你写一首歌，迄就是讲有当时啊灵感来，有可能马上好。但是如果你这首歌那连接不起来，我甲你讲，你有当时啊咧困半暝啊，嘛是搁爬起来就搁插几个词。嘛毋是讲你硬想的就想得出来啊。有影。如果咱若是讲要搁继续，搁伫即个歌坛搁写落，事实我其他的行业都无法度啊。所以我毋知影讲安尼袂使。囡仔也有家庭，囡仔大汉啊。而且坦白讲，你甲想咱较早写的歌，一首偌济钱签落，拢因的。袂长的，较早拢袂长。袂长啊！你连一点保障都拢无嘛。是讲即阵啊，抑搁有即个版权，讲创啥物？较早根本拢无嘛。你写咧，你会当写偌济？你讲啊，你会当写偌济？所以咱当然就是咱爱去顾家庭囡仔，爱读册创啥，所以才行入去我的即个专业。是。老师，安英雄老师有一条歌名叫做《重回故乡》。是。今日英雄兄甲你开喙啊。是。歌坛嘛，敢若你第2个故乡共款，爱提出上好的歌，来互英雄兄再续前缘。是，这有真好的缘分啦。伊虽然我年岁加伊真济，但是伊是我坦白讲，伫咱台湾歌坛里面，伊这敢若活伫我的身躯的灵魂。是。我咧听歌啦，还是咧创啥物话像伊唱片啥物歌，我拢要搁咧听。拢咧关心吼。这当然，这真好啦。有这个缘分会当搁接这个缘，我当然嘛足欢喜的啊。是。相信是上帝上好的安排。是。请回英雄兄来，伊安那有身为一个作词作曲家，印一个互阮观众朋友大家流传的手印。是。老师今日嘛共款。是。特别拜托你，亲像世界电影明星肖像，但咱心所爱的歌叫他头前，共款印一个，互大家久久长长安尼尊敬的手印。老师请。是。好。安尼直接理论来意了，辛苦，老师请坐，真努力。福建真正生意，感觉足欢喜，阮嘛足福气，会当看到英雄大哥甲陈国德老师，名作词家谈遮重逢。老师，你即马写的歌吼，歌名甲较早嘛无啥相像啊，较早讲嫁唔着人，讲海底针，即马讲。合心变黄金，提出上好的作品，互阮搁看到恁再一摆合作。老师多谢你，多谢英雄兄，多谢陈国德老师来开讲。好朋友，心所爱的歌，下回咱再过来开讲，多谢。